我係何偉雄，我識咗 John 咧都將近18年㗎啦。我識佢嗰陣時，佢啱啱調咗去做關長。我係一個電影業嘅從業員，咁係1999年咧3月咧，當阿 John 啱啱做關長嗰陣時咧，認識佢嘅。咁我哋對佢嘅期望咧都係諗下，因為嗰陣時咧佢係第一個係空降由政務官落去做海關關長。嗰陣時係有個疑問喺度嘅，咦，掂唔掂啊？佢唔係紀律部隊人員嚟嘅喎，佢做關長喎，會唔會離地㗎？咁阿 John 一上場之後咧，佢就大力去打擊盜版。點解咧？佢覺得保護知識產權咧唔係單一個地方嘅問題，係一個國際性嘅問題，而係關乎到香港嗰個國際地位，所以佢係用心用力去做呢樣嘢。啲鬼佬嗰陣時嚟香港，第一時間唔係去睇太平山，唔係去睇維港，係去黃金商場買老番。呢一個咧令到香港咧係受到好大嘅污名。佢係3月上任啦，咁佢當然係有內部會議啦，睇過好多唔同嘅方案啦。咁跟住咧喺6月咧就成立咗個海關嘅特遣隊，185人成立特遣隊，日日去掃蕩嗰啲盜版商場。但係佢最主要啊，John仲有一度好嘢咧，就係當有一啲盜版，譬如你去拉佢，拉咗之後，一般都要打版權人去認證㗎嘛。咁我認證咧點咧？佢全部都攞埋返去，等佢係冇機會再營業。佢係直頭清晒，連埋佢嗰啲所謂台凳凳都清埋，得返個廊嗰個鋪。咁嘅情形咧，嗰啲盜版就會覺得啦，咦？我咁樣嘅損失係大過賺錢嘅，因為佢唔係做善堂噶嘛，佢唔係唔做咯。喺1999年嗰陣時咧，仲有超過1000間嘅盜版店鋪喺香港。咁香港仲係有好多盜版嘅光碟咧，係出口嘅，去其他地方。到2000年咧，啲盜版店鋪咧係少過100間，喺1年之內減少咗90%。佢係將呢個黃金商場徹底連根拔起，將60個商場係個盜版全部搞到係零。呢一個係令到香港咧係重拾一個即係東方之珠，真係呢粒珠咧係發光嘅，唔係黑掹掹嘅。咁你信唔信任佢啊？我100%信任佢。一開始我就覺得一個空降嘅一個文官，搞唔搞得掂個紀律部隊㗎？佢應承我嘅做唔做到㗎？係咪吹水㗎？佢喺知識產權日公開同我哋宣佈話：你哋放心，我會用盡我所有嘅力量去維護香港嘅知識產權，去打擊盜版。當時有啲電影業界直頭指住佢鬧：你冇搞錯，你點做關長啊？你做關長出邊咁多老番，咁我哋食乜嘢？佢唔會同人哋拗嘅，佢只話你俾時間我會用我嘅行動去答覆你嘅問題，你信我。而佢呢每一個承諾都係實現到嘅。咁但係我係受到佢嗰個行動嘅結果咧深深感動嘅。阿 John 咧，佢由開始我認識佢到而家，佢都唔係一個個人主義嘅執行者嚟嘅，佢係一個團隊嘅領袖，所以我覺得如果佢做特首嘅時候咧，社會會更加和諧，個團隊會更加壯大，我哋會更加有希望。阿 John，我哋100%支持你，努力加油！我會同阿 John 拍住相，請支持行政長官候選人曾俊華。